简真的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这个国家，其实他们是一直生活在战乱之中。想到他们一直生活在战乱之中，我们大家要庆幸自己。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生下到现在都没有经历过战火，在战火区来的以色列 ，Let's welcome Sai Yona Dance Company from Israel。小龙 ，OK， 小龙你好，大家一起讲，小龙，一二三，小龙 ，Welcome you，Thank you。
是出来，这样就看很精彩，然后这样手都搓着，对身体有害健康。现在我们来一个波浪运动，从这边开始好不好？年轻人来，举手背起来，哎，游过去，这，更小，对呀，第四秒再来，后起来，好，现在有点气势了，我们一起挥手，同时喊后，1、2、3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这个国家来自泰国，泰国的问候语，大家知因为咱经济人去泰国游览，泰国你好，我在下面。沙瓦地趴，来，让子弹欢迎泰国团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let's welcome Ardent Culture Center Rajabhat Institute, Chonburi from Thailand. 他们特别要为他们表演做个注解。那我们首先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喊他们的大家好啊，沙瓦地开来，我是明表，1、2、3，各家that is popular in the northern parts of Thailand.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, the chapli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ll forms of Thai dance drama, and this dance is a development of the Orient style danc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occasions. 大家好，我们这次为你带来的是朗沙恰特里舞。恰特里是泰国南部非常受欢迎的舞蹈，根据泰国的传统，恰特里是泰国正统的舞蹈。这种舞蹈是由朗沙发展而来的，那是为了符合现今的潮流，所以做了改变。接下来我们来继续。
谢谢。各位乡亲，咱有这个机会来出国咱得让来免钱都是来家为了我们票钱来玩，就可以欣赏到世界各国的一个特殊文化舞蹈的表演。这个是我们立足在台南，立足在台湾，我们可以放眼看世界，这是我们政府的苦心。我们非常感谢台南县长和夫人为我们办这么好的活动。谢谢我们的水利会长这样支持我们文建会为我们指导，还有所有各级长官，谢谢你们对我们的鼓励。我们欣赏世界各国的舞蹈，同时咱过来团嘛是精锐尽出，咱的标准嘛是精厚。我们现在要给我们国内团体的表演，也要同样的鼓励。为各位介绍我们祥营民族舞蹈团，欢迎来。标位的是8下降。